呢個城市啊，日日都咁快啊，而我咧就慢半拍。揸車過隧道又要揾銀仔，泊車又揾唔到位，連預約醫生嗰張醫生紙啊我都唔見埋啊！去回收嘅時候啊，又要填表啊！點解呢個世界越方便咧，我就越狼狽噶 Anson， 你到今時今日仲用緊啲舊嘅方法，不如你睇下周圍先啦。香港嘅智慧城市5年規劃，佢已經改寫咗我哋嘅生活。香港嘅科技已經融入咗我哋嘅出行啦、醫療啦，同埋我哋嘅環保。其實係你自己未了解好咋。哇！點解突然間有紅色按鈕嘅？你好，我係你嘅智慧助手。按下按鈕，解鎖香港智慧城市嘅真正實力。哦！哇！呢度個城市運作好似順暢咗好多喎。連接完成，歡迎嚟到智慧之城，需要就會出現。智慧環境仲有環保，我哋可以去到綠在區區嘅智能回收箱，佢會自動去幫你放重，跟住俾你累積積分去換取禮品。而家過隧道有易通行自動繳費，唔使停落嚟塞車，配合香港出行易，實時查閱空餘泊車位同巴士到站時間，出行完全掌握喺手。加上智方便一站式處理政府服務，同埋醫健通電子病歷跨醫院互通，睇醫生唔使再拎紙質文件。仲有街邊嘅智能燈柱，佢可以實時監測氣象同空氣質素，佢可以監察住守護我哋嘅城市環境。咦？咁仲有冇啊？當然有啦，其實只需要喺 Google 打 data.hk 就可以進入由智慧燈柱同各個政府機構創建嘅開放數據平台。呢個平台會收錄香港唔同類型嘅數據，例如香港交通情況數據、巴士到站數據同埋港鐵列車服務數據等等。至今已經超過5700個數據集啦。我以前以為智慧城市只係一串冷冰冰嘅數據或者支付工具，其實唔係我哋嘅城市變咗，而係我哋終於睇清楚，香港嘅智慧科技一早已經融入咗我哋嘅生活入面。所以其實方便從來都唔係理所當然㗎。而我哋早已經活喺未來入邊，香港嘅智慧未來，我哋一齊連接。